我们请一同来读经，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读第3章第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神、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迦南教会给我们道生圣乐学院的师生机会，来到贵教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聚集在你的殿里，求主你这时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的聚会跟敬拜能成为馨香的祭，得着神你的喜悦。这么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今天的经文里，主要的内容是保罗对以弗所书、对以弗所教会的自我介绍，说明在上帝里保罗在外邦人中的特殊角色。第1节和13节强调保罗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囚犯。第2节到12节是在述说保罗作为外邦人使者的职分。一个人被囚，一个人被囚、被关，原是可耻的事，但为了耶稣基督，被囚、被关，却是一件光荣的事。保罗在此强调，他为了耶稣基督被囚禁，也为了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被关在监狱中。
所以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不必为他的遭遇忧愁悲伤，因为这是他的光荣。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应该感到光荣。保罗说，他能够获得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是上帝特别的恩赐，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也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保罗认为，关切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更是他的职责。保罗说，福音的奥秘是由上帝直接启示给他的，也要他分享给以弗所教会的众信徒。保罗很自信地说，他深深地了解福音的奥秘，他也曾经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讲解过。这个福音的奥秘，在以前没有人真正的了解过，直到现在，才由圣灵的启示，向使徒和先知显明出来。这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来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同享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跟应许，也同享耶稣基督的赎罪功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福音的奥秘。什么是福音？第一，对保罗本身来说，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赐给他的恩赐。保罗自认为不配做使徒，因为他曾经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改变了他，不但没有置他于死地，还让他成为使徒。保罗虽然自认为比使徒中最小的还小，但上帝却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保罗又在上帝的大能带领下，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外邦世界。罗马书15章14到24节告诉我们，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了地中海各地区，甚至到达现在的南斯拉夫，还计划前往罗马和西班牙去宣教。对保罗来说，得福传福是一体的两面，就是把上帝给他的真道与外邦人分享。第二，对外邦人来说，福音就是大好的信息，就是上帝的救恩要临到那些没有盼望的外邦人。保罗说，这些人原与上帝的国不相干，是局外人，但是保罗却把这上好的信息带给他们。这拯救的福音就是罪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不用入犹太籍，不用守犹太人的典章律例，不用受犹太礼仪风俗的约束，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
就可以得救。第三，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福音就是上帝的怜悯与赦罪。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上帝与他们立约，要赐福给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一再犯罪，一再背叛上帝，结果被上帝所弃，他们就困苦流离，成为奴隶。但上帝怜悯他们的软弱，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再给他们机会。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就可以重回上帝的怀抱。第二，什么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那创世以来最大的奥秘，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与人一起生活，一起受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人类的罪债。这是个极大的奥秘，若不是上帝的启示，没有人会了解。就是古代的先知们也不完全明白。在这段圣经中，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不为人知的奥秘，上帝已经向我们公开了。保罗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它包括了几点。第一，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在刚才的经文第6节告诉我们说，外邦人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与上帝的选民同作后世，同为一体，同蒙上帝的应许。非常清楚，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之道。世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得救，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为只有他是真活的上帝，没有基督，外邦人就无法得救；没有基督，基督徒就没有永生的盼望。第七节再告诉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切恩赐都是上帝所赏赐的，上帝所给的。第二，基督有丰盛的能力。在第8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是什么？就是让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麻风病人得医治，那死人复活，还有让基督徒的生命完全改变，让信他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这些原本不相识的人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人所不能的，在基督丰盛的能力里，没有不能成的事。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历代以来隐藏在上帝里的奥秘，已经向我们公开了。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融入一个新的群体，就是基督的教会。第三，基督彰显了上帝的智慧。第10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之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百般是用来形容花卉、彩衣、锦绣的丰富色彩。百般的智慧是指教会多元文化的群体，乃是上帝智慧的彰显。也就是在教会里，不同的种族、肤色、言语、职业、性别聚集在一个基督的团契里边，他们都在基督的爱里和睦相处。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教义、礼仪、形态，只要与得救无关的，都可以丰富教会的内涵。教会是多元的，信徒应该以尊重的态度和包容的心来相互款待。第4，基督的拯救是上帝的计划。第11节说，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耶稣基督的诞生、死、复活和他整个拯救世人的历史过程，都是上帝的计划，也都在上帝的预定和掌握之中。照着保罗的意思，连外邦的基督徒蒙福也是上帝的旨意。我相信你我今天能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也是上帝的安排跟他的旨意。上帝不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要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保罗说，基督徒就像在演一出由上帝编写好的剧本，观众是天上的使者和地上那些未信主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演好基督徒的角色。第5，基督让我们与上帝复合。第12节说，我们因为信基督，就在他的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意思是说，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坦然无惧的向上帝祷告祈求。保罗说，基督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断的墙，废掉了人与人的冤仇，让人与人和睦相处，让在基督的外邦人与犹太人合而为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也让人与上帝之间的隔墙来拆除，让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成为祭司，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的奥秘是什么？
福音的奥秘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让我们和上帝和好，让我们成为主里的一家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主，你来到世界，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你的死，你的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能够和神你的复活复合，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一家人，成为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的旨意，求你的道能够存在我们的心。这么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